找来圖書館嘅內地葡萄同大家共下關心嘅係推動人也偏入三草圖書館，就算係自己仲嚟為30年嘅時間，沙漠建築執照、老師用執照、考卡到催字，地方政府冇催條協章協部執照，處事就得繼續嘅違法禁止，推動人文化處負責中央，應該為老地方來提出改革，為當年大向導入圖書館嘅政策，唔會為了科學嘅做到。都是满，然后水在那边抽水机又失掉功能啊，这个书全部都烂掉。推动最北偏的长滨乡的图书馆，100封册，4股的馆场就今天1股。长滨乡公所啥也无奈何。中国民国78年，地省政府向对有图书馆的政策补助下，涨做得起。以下唔但止无经费涨，也因为嗰陣時無搶建築執照、老使用執照，也冇辦法申請中央補助。當時是不需要建造執照的問題啊，那後來因為建築法大概第96條有修正過，也都變惡性循環啦。因為記錄係冇建造、冇使用執照，所以已經差唔多清也建築物冇辦法使用嘅。但是仲有講，因為冇建造，所以冇補助，記錄印爛。因為按樣，長濱鄉的圖書館都1-30都已經廢鐵做唔嚟用，連基本的天地的容量都冇辦法增加。他說一定要取得建築執照，才可以讓它的那個電力的容量提升。因為沒有建造的話，你看開一個冷氣，大概開1-2台，再上去就過載就跳電了。事實上，推動喺長濱、東河、和太湖3間鄉的圖書館都冇取得建造和使用執照。全國也有50間圖書館有按樣嘅情形。東河鄉公所就需要請建築施工費來評估，要漲到合乎法規，完成無障礙，也係消防一條空間改善，在實體公所年度預算的一半。將近吃我們一半的預算啦，所以太困難了。800萬，800萬真的是不是小數目啊！主管圖書館業務嘅推動業文化處就表示，除咗圖書館以外，還有更加多嘅活動中心，亦係老年會館一條老舊嘅建築，都係啲相關嘅建築法規完成立法修法前做審查，一下都冇取得建造，也係使用執照。地方政府也根本睇唔入，中央應該比照特別費除稅法，再按傾價來漲，也係舊嘅公共建築，超貼合法。呢位更加呼籲，政府應該面對嘅問題，唔係因採其非法使用，變作公共安全嘅問題。唔係針對伊個縣，冇到伊個鄉鎮，是全國性的針對公共建築，經過改善冇公共安全的鼓勵，處理合法。這個問題現在不解決，將來還是會面對，那還是會一直拖延下去。我認為這不是政府在處理一個公共空間應有的一個態度。主管全國圖書館業務嘅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3英比，基層圖書館無這問題係歷史工業。當然啦，一切有請建築師來鋪頭，有啲位縣市政府也經營別的意識，完成基層圖書館的改善，也順利取得建造執照，下一步也會持續來打下。持續邀請建築領域方面的專家呢，那來協助縣市的文化局、教育局，那以及所轄的公共圖書館。比特列表查查點講，就算公務人員3萬嘅整理，還看得出來圖書館一區位經營營業10年，實搶做得點點嘅電台合法嘅營業。下個新聞陳居明推動報道。